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避免未成年的青少年朋友伫咧暑假期间无细腻参与着无正当的活动，台南市政府对7月1号半暝啊12点开始进行青春专案，加强扩大夜间的联合稽查。市长伫首日也谈警方的戒备之下，亲自前往济下暗时啊佚佗的场所进行稽查。青春专案暑期开跑，将要扩大暗时的联合稽查。伫咧总指挥官台南市长的勉励之下，全体警察人员拢做好万全的准备。这届勤务的重点放伫咧第5分局的管区，并针对未成年的青少年朋友暗时活动为重点，进行扩大临检，展现保护青少年的决心。那我们一定要把毒品犯罪一定要强力打击，来保护我们的青少年。那第二个呢，在暑假期间也有很多青少年在外面游荡，因为晚上容易有事端产生因此呢，如果有青少年在外面游荡，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市警局的同仁能够不厌其烦的展现我们的爱心跟耐心，能够劝导这些孩子早一点回家避免发生事情。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要避免这个性交易的犯罪产生。现在网络非常发达，而且包括一些场所年轻的女同学也常常接触到。那如果在网络上不慎，很多年轻的女同学可能会被骗从事性交易的工作，那对她的一生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第三个工作也希望能够避免在暑期期间，我们青少年的女同学因为不幸从事性交易之后，那么她一辈子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第4点呢，就是我们要严格去避免这个飙车的事情不管是机车的飙车不管是汽车的飙车，我们希望都能够避免市长伫咧首日稽查，就亲自到济暗时营业的场所，伫咧警方的陪同之下，一一查对民众的身份证件，确保无未成年的青少年朋友伫咧暗时游玩留伫咧佚佗的场所，同时也要避免青少年朋友伫咧外界引诱之下，无细腻食到毒品，或者是进行无正当的活动。首日连续3个场所的稽查行动。这民众看到市长拢真欢喜拍招呼，过程平和顺利。今日新闻网采访报道，负责国内大型空难甲救灾以及将近2500公尺顶运输任务的 B234直升机，伫咧成军31天后的今仔日正式退役。上港澳空勤总队举办盛大的欢送会，这技师拢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相当唔甘。属于内政部空勤总队的 B234直升机，从事空中救灾、救难以及观测运输等任务已经31天。总队规划台湾，除了提升政府救灾效能，也保障救灾人员的飞行安全。其中，1985年当年前往美国接机的技师，上午嘛现身驻亚现场，看到第一代成军的老相片，相当唔甘，目眶红红。前几天李天教官打电话通知我们说，愿不愿意回来看一看老朋友？那时接到电话真的很难睡啊，因为这个我们当初一手从美国接回来的飞机，今天光荣退休了。对我们来讲是30几年来的感情都在这边。那走过路航，
在我们来讲，并没有发挥到很大的功能。后来在空勤总队、空消队，我们才看到它发挥了最大的效用，在台湾来讲，救了非常多的生命。开始为好更较侪为国家服务超过30档的教官兄弟，拢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空勤总队1号上午特别举办盛大欢送会，其中也有3位拄好是今日共进体飞行教官。除了表达唔甘肯定直升机的贡献，也认为迄份投入的感情甲关心，有当时比厝内人还济。有将近28年的时间，都跟这个飞机一起出勤，然后从921大地震、恶伯、台风等大型风灾，我们都用它来救援了无数的生命跟财产的安全，所以跟它是有一份感情。就好比是我们自己看着自己的小孩这样长大，也将近30岁了，跟他一起相处这么久，当然会依依不舍。所以这个飞机能够光荣除役，我是觉得，就我个人来讲，很多前辈他们之前的辛劳，不管是飞行保养，大家都有贡献。那我们让它发挥最大的效能。现在他除役之后回到他原来的国家，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宿，这是我的感想。谢谢。是一个好飞机。那么我从921大地震开始，就一直跟这个 B234执行救灾的工作。B234参加了我们国家几个重大的这个灾害啊，比方说从921梨山大火、新竹的桃枝风灾啊，再加上这个88风灾，那么他都参与了非常多的这个任务，而且做得非常的辛苦。那么平时他主要是负责高山8000英尺以上的救援啊。那么很多山难啊，包括以前这个山难因为殉职了哈，那么这个大体我们都把它调下来。那这个飞机也解决了很多消防救难上面的一些困难。根据了解 ，B234原本引进3台，目前只剩1台才咧服务，未来将交由陆军半高的黑鹰直升机来接替 B234的任务。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调整征收房屋税案引起未少的争议。不过日前伫咧报纸顶面，既然出现台南市审计处支持市政府的讲法。议员罗坤豪认为，审计处身为独立机关，应该要严守行政中立，因此要求该单位向大众道歉。若无，伊无排除伫咧7月6号下晡到审计处牵家人抗议。台南审计处表示，早伫102甲103年连续2档的审核报告，都应该调整房屋税。但是议员卢坤豪质疑，为何台北、新北甲高雄市伫103年的调整达到一直差房，但台南市却拖了2档才被调整，而且依法是3档调一摆，变成连续起3档。现在这种做法，佫被台南审计处公开讹了，伊批评非常无适当。人迄是3档调整一次，结果偌清的即马3档每一档都要调整。该调整他不调整，不该调整他调整了，他引起民愤了。好，那审计处应该要纠正他，没有纠正他，反而跟一直底下咧吹捧他，说他是对的。啊，相对的其他的县市，包括高雄市，包括高雄市，包括新北市，因拢讲是唔对。啊，哪呢？新北市的审计处。跟他应该是要去被纠正啊，哪有这种应该监督的政府的官员，反而在歌功颂德？因此，议员卢坤豪要求台南审计处公开向大众道歉，若无将邀集市民下晡2点做伙到台南审计处等家人抗议。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实行汽机车违停违外拖吊政策，互民众反映，家己爱车伫咧拖吊的过程当中摔了2摆，互伊相当唔甘。因此，伫咧议员蔡永全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要求业者执行拖吊的手法要较谨慎，唔通遐尔粗鲁。
监视器画面看到拖吊车在执行拖吊的过程中，民众的车被卸了2摆，互车主吴先生看了真唔甘。伊希望会当以开单来代替拖吊，避免车辆受到伤害。也希望拖吊业者检讨拖吊的方式。用这种的不易拖吊，坦白讲的，警察嘛会当现场执行远景嘛会当翕相啊开罚单啊，那何必让车辆再造成第2次的损伤？我觉得这个是有待检讨。那第3点，我建议交通局责成拖吊业者全面检讨拖吊那个方式，以让那拖吊行为到位，然后不要有车体损伤的行为。从这个录影带里面，我们才看得到说，哇，那是不是每一次的拖吊，到底有几件会有这种情形？哦，那一般的市民刚刚怎么会这样子的对待自己的爱车嘛？哈。那违规该罚我们就罚，该缴钱我们就缴，哦，这个都没有问题，哦。但是在拖吊的过程，这个手段要适当，哦。你来安尼粗鲁对待，哦，甚至那个手法训练不够精准，哦，就是业者本身的这个技巧嘛不好，哦，安尼咱就刚刚讲，哇，那是否委外经营，安尼敢好？针对车主的诉求，交通局停车管理处表示，未来将规定在拖吊进前拢需要鸣笛以及广播来警示，并讨论无妨害公共安全的地段，是不是会当以开单来代替拖吊，而且要求环境进行录影，提供影像予民众查看，以厘清拖吊过程。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文静同款针对违规停车拖吊政策召开记者会，会中指出，有民众到病院看医生，将机车暂时停伫咧外口，当时会有红线甲白线的所在，想不到一出来就发现车被拖吊，伊只好忍耐着身体无爽快，来到拖车场将车牵转来。对此，议员李文静希望相关单位伫咧执法的过程当中，爱较有同理心。民众向议员李文静定情指出，伊日前因为人无爽快，家己骑车到病院就诊，想袂到将车停伫病院外面，当时会有红线甲白线的所在，煞被拖吊。伊只个伫身体无爽快的状况之下，到拖吊场将车领转来。对此，议员李文静呼吁相关单位在执行拖吊业务的同时，也爱有更较人性化的做法。咱是毋是讲，我无得甲开一张红单就好啊？他就知道啦。哦，你来开一张这个违规停车，伊即马这个车主的时阵，当然你讲，哇，我停伫这台车，就我开张。结果的时阵，咱车甲调走的时阵，因为伊骹都袂行咧，伊就爱搁安尼，迄个折腾，就爱搁去到这个拖吊场，就爱去安尼搁再去牵一台车转来，有当时因为咱人破病了后，有当时迄心情就已经整个体力啦什么的都不堪负荷咧，所以咱希望讲就是讲还是要人性化啦。还是要人性化。对此，交通警察大队表示，将研究是不是在无影响交通的情形之下，该用开单方式来避免拖吊。而针对红白线画色无清楚的所在，也将甲交通局到现场会勘进行改善。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前往有你陪着的地方，无论是哪个方向，我的心随着爱启程。前往有你陪着的地方，无论是哪个方向。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新社任院长交接典礼，7月1号即天，伫咧卫生福利部常务处长蔡生田、台南市长赖清德以及新台病院院长杨俊佑等贵宾的见证之下，由许博祥正式接任院长这个职务，场面隆重温馨。台南病院创立至今已经有120档的历史，是真侪台南人记忆当中的大病院。也因为伫7月1號即天舉行新社任院長交接典禮，來了真濟權力貴賓，並且由衛生福利部常務處長蔡生田、新台病院院長楊俊佑擔任監告，做伙見證許國祥接任院長的時刻。許院長以前在擔任醫務秘書的時候，他也處理過一些危機的一些事項的處理那就非常的傑出。那同時他因為擔任副院長也蠻長一段時間，所以他的整個的醫療行政的這個能力有目共睹。我也期待在他的領導之下，相信我們那個台南醫院呢，可以在照顧這個民眾健康的這個責任呢，可以更發揚光大。李醫師喺成大醫院給我一屆啦，生活素養啦，很多地方我都跟他學習其實。我也能看出許醫師的未來的表現絕對不同凡響，因為伊無論是醫術好，對患者好，做研究非常認真連病例都寫得很好。台南病院新任院長許博祥表示，接任了後責任重大，未來將會持續甲新台病院保持深度策略聯名，設更台南病院100年的老招牌。台南醫院。它經過120年的歷史，守護着台南地區民眾的健康，應該有2個價值。近7些年呢，跟成大醫院深度結盟。剛剛楊院長還有蔡次長都已經講了很多前面的歷史，我就不再重複，我只講一個重點。他得到繼續守護台南地區民眾，在前有劉龍展院長、林水龍院長的支持之下，我們繼續呢擔負這一個100年老店再現風華。甚至呢，朝向國家級醫學能力呢，去守護台南地區民眾每一個健康。台南病院伫許博祥接任院長以後，希望依照宏觀不息的實行力，繼續守護台南民眾的健康，勉勵當年提高醫療品質，營造更加舒適的就醫環境以及同理心，期待未來甲新台病院保持良好合作。創造歷史的新亞。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為着要疏解安平的交通，提升觀光旅遊的品質，市府在咧春節期間規劃了接駁公車，即馬更進一步連假日時嘛串聯8大景點，推出環線電動公車的免費服務，歡迎民眾多加利用。在市府交通局加地方各界努力之下，安平交通改革第3步曲，就是要提供安平完整的大眾運輸系統，而且將比較過年期間在假日時攏會提供電動公車接送，除了疏解交通、發展觀光，同時兼顧低碳環保。上午在市長賴清德、立委葉宜丁、交通局長張正元、安平區長賴清竹以及地方民代甲鄉親的共同見證。安平環線公車7月1號正式營運。請啟動，我們安平環線下個公車會行經原住民文化500小之城，還有我們的德陽街、林後兩公園、安平博物館、安平樹屋，整個安平環繞一圈。這班客行嘛，因為是港務公司伫安平賺的錢，來回饋贊助來改善安平的交通，才順利出行。後市長賴清德相對行為，希望一步一步讓安平朝向假日徒步區的概念。第一就是講，咱這個公車雖然是為了觀光來發展，希望講讓咱安平的觀光客不只是人數愛增加，嘛會當讓伊旅遊的品質會當提升。那第二個重大意義就是講，咱四方公司何董事長，他們提供的也是電力的公車希望呢能夠朝向低碳城市這樣的目標來邁進。那如果說太陽稍微比較小的時候，很多人有辦法在安平裡面徒步、騎腳踏車、徒步搭環
环安平公车一站又一站，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呢，也是从外国的一些知名的城市可以印证出来。这样的目标不敢说明天就有办法达到，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来推。为了宣传观光电动公车的舒适驾里边，市长赖清德会后嘛带头体验，希望不止游客市民买当多多利用，因为不止伫驾里时啊，每20分钟都有一班的免费服务，连同安逸停车场嘛是规年通天免费停车。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要鼓励学生伫咧暑假期间从事有意义、正常的休闲活动，并对实务当中学习的精神落实伫咧生活当中，加州参旅学校连续第3档举办双体环岛探索台湾，专程采用自助的方式进行，让学生伫咧旅行的同时，也当了解到台湾各地美食甲观光特色。一透早7点外，济加州参旅学校学生聚集伫咧火车站进前，准备要开始7天6夜的火车、脚踏车双体环岛挑战。为期7天的旅程，平均每一天拢要骑50至60公里。校长也特别到场，提醒学生要特别注意。一透早7点外，济加州参旅学校学生聚集伫咧火车站进前。准备要开始7天6夜的火车、脚踏车双体环岛挑战。为期7天的旅程，平均每一天拢要骑50至60公里。校长也特别到场，提醒学生要特别注意，并确实做到加州参旅学校实作当中合适的精神。我们这个双铁环岛活动已经持续做了3年，学生都非常有兴趣参加。我们希望借这个活动，让学生能够实际的体验，课本上所教的一些知识，观光科的学生可以到各地，去实地的去认识台湾，而参旅科的同学能够到各地去认识各地的食材，发现各地的美食，然后带回学校来，能够融入他们自己的未来学习当中。餐饮科的学生环岛沿途该负责采买食物，观光科的学生也要记录各地风土民情，将教育融入休闲活动，让学生透过双体环岛来学习并体验人生。参与。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台南第一间欧美新时尚品牌店7月1号要进驻东区的百货公司，举办一场时尚快闪活动。在咧为期2个月的时间，要将欧美上盖新的时尚商品零时差甲台南的朋友见面，让较侪人熟悉这间流行的脚步对着国际的店。去年才成立的台南第一间买手店，主要提供创新、前卫自我风格强烈的服装、配包等等清彩精品。在台南成立这一档，都受到真侪时尚女性的喜爱。7月1号特别进驻南纺木时代，举办快闪店的活动，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加侪人看到因的时尚风格。Changing Boutique 在2005年开始成立，那成立现在1年了。在1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南纺梦时代有一个快闪的活动。那我们的东西呢，主要是以比较洗练、干练的 Power Woman 为主。我们有一个宗旨是 The Power of Elegance， 希望女性用她们坚毅的魅力，展现她们最优雅的态度。对，那我们的商品呢，其实都是比较新锐设计师，都是由我们自己亲自到欧洲去走访欧洲各大时尚之都，巴黎、米兰，然后纽约各地到去寻找这些品牌。那我能说的是，就是台南我们是唯一一间的 Selectra 买手店，那很开心可以把这样子时尚的东西、前卫的东西带进台南，然后也很期待大家的回馈跟反应。快闪店即届进驻为7月1号一直等到8月31号，观众朋友不妨行一逝购物中心1楼时尚广场去看卖欧美目前流行的潮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载是坐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30度到34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7月1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王祖和，咱再會。